大家好，歡迎收睇4OSSIBLE 收市報告。今日係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。首先講明，呢條片只供教育同娛樂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我哋開始啦。華爾街做好收市，標普500升0.2個百分點，納斯達克跌0.2個百分點，道瓊斯升0.3個百分點，羅素2000升0.5個百分點。引伸波幅方面回落咗2.9個百分點。睇返主要指數，今日最強係羅素2000。整體嚟講，大市仍然企喺高位附近。板塊方面，醫療保健帶頭，升3.5個百分點，最弱係科技，跌1.1個百分點。11個板塊入面有6個上升。今日主角係 ServiceNow， 升6.5個百分點。至於最弱嘅係希捷，跌7.9個百分點。今日升幅榜 ，ServiceNow 排第一，升6.5個百分點。跟住係 Salesforce、Workday、Adobe 同 Intuit。跌幅榜方面，希捷跌得最勁，跌7.9個百分點。之後係 Applied Optoelectronics、西部數據、戴爾同 CrowdStrike。睇返成個觀察名單，11隻升，19隻跌。今日做得最好嘅係 ServiceNow、Salesforce 同 Workday。表現最差嘅係希捷、Applied Optoelectronics 同西部數據。其餘啲股份就好淡增持。跟住要留意咩 ？ServiceNow 今日升6.5個百分點帶頭，睇下後續有冇跟進買盤。希捷最弱，睇下會唔會止跌。板塊方面，醫療保健帶頭，科技就拖後腿，引伸波幅回落，止蝕記住要有紀律。跟住講下5隻焦點股，呢啲只供教育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ServiceNow 支持位喺119附近，止蝕擺喺117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148。Salesforce 支持位喺194附近，止蝕擺喺191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236。Workday 支持位喺189附近，止蝕擺喺187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222。Adobe 支持位喺262附近，止蝕擺喺258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302。Intuit 支持位喺349附近，止蝕擺喺344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399。全部都係跌穿支持位就止蝕，博2倍風險回報。投資記住要自己負責。再講下呢股票替代觀察，今日冇一隻合資格，因為引伸波幅指數得14.89，未夠15。呢套做法係趁大市回調先買優質股，唔會追突破。所以繼續等 ServiceNow 等回落到116.57， Salesforce 等回落到187.87， Workday 等回落到171.99。只供教育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以上就係今日嘅收市報告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撳讚、訂閱同開通知。冇嘢係唔可能嘅。It's SAOSSIBLE